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台中在地天团911同台写毛笔字，除了家户版的春联马上有钱之外，911的团员阁写200稳重版的超级玛丽甲良美有春。 新年就伫要到咯，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在地天团911做伙来写春联，正做关注的焦点。马年是一个很好的年，因为马有利哈。台中市政府我们今天公布我们今年的春联，这么多年来政府新年之前呢都会发放春联给市民家人哈。今年我们的家户版春联就是马上有钱。今年3款春联包括911写的版本，若市长看到天团写春联的。 主席佫讲，伊毋那是天团，佫较是看不出来书法家。补习班又有再去补习一下，大概上过1个月还2个月吧。哦，对，是忘记了。跟老师教，然后就看着他的这样慢慢模拟这样。市府讲，即届春联上无有3种版本，而且佫有红包乐啊。自拜5开始，民众会当到市府服务中心、佫市政大楼来摕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